高雄昨暗发生车祸，因为一个10岁的查甫囡仔，伊耍厨房的时跌倒，结果在厨房全冲去车路，造成2台奥多摆闪袂赴拢做伙。虽然事当时这囡仔的爸母拢无伫咧现场，不过也是爱负相关的法律责任。 穿蓝色顶冠衫、厨房的10岁查甫囡仔拄啊出去丁仔卡人行道就摔倒，厨房顺势冲向大路。经过第一台机车虽然紧急达档啊成功，也毋过后壁2名骑士都无将幸运闪袂赴拢做伙，也遭到路边的机车。当时有一台滑板车滑出来，让我急刹，但是后面闪避不及，往我旁边插过去。今天因为他跟弟弟2个人，可能在这边，我是因为我不在场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平常有没有在玩。厨房冰倒伫路上，代志发生伫30半暝啊。高雄南马溪新南路段，家长表示，迄当时无在场，无确定实际状况。救护人员协报到场检查详细事故，有2名骑士为着闪救护车发生烧路。 24岁吴男及32岁庄女闪避不及，发生碰撞，林男、江男及吴男受伤，经送医无大碍，驾驶经检测皆无酒精反应，造成交通事故。如果有刑事责任，家长是不需要负连带责任的。但是如果因而造成他人的损害，就民事责任而言，家长必须负连带赔偿责任。至于警方所开立的交通罚单，家长 必须负连带缴纳的责任。30日等到代志发生的路段部分弄害机车也伫现场，一个厨房造成几台车连环车祸，互查甫囡仔甲家长疗伤未到，律师解释，因为查甫囡仔未成年，若确定有责任，家长爱负相关法律责任。警方表示，详细出代志的原因，有需要调查了后，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